我哋認為推動科技創新已經唔再只係一個政策選項，而係中國政府現階段發展戰略入面一個必然嘅方向。一方面，隨住地緣政治風險持續升溫，建立自主可控嘅本土科技體系已經提升到保障國家安全同維持長遠經濟韌性嘅層面。另一方面，房地產行業持續調整，加上整體消費比較疲弱，亦令政府更加需要培育科技創新作為新一輪經濟增長動力嘅重要來源。與此同時，我哋亦觀察到中國企業正由過往以技術追趕同模仿為主，逐步轉向具備自主研發同真正創新能力嘅發展階段。雖然現時市場焦點仍然主要集中喺美國科技週期，但我哋認為中國科技板塊入面其實存在唔少仲未被市場充分發掘嘅投資機會。安聯中國未來科技基金係市場上少數幾隻以主動管理方式去捕捉中國更廣義科技同創新機遇嘅策略之一。有別於好多定義比較狹窄，主要投資喺大型互聯網平台嘅科技 ETF， 我哋採取一個較均衡嘅投資方法，一方面捕捉中國科技同創新結構性增長帶嚟嘅 beta 機會，另一方面亦透過嚴謹嘅選股流程，揀選高質素嘅公司，爭取 alpha 嘅回報。我哋喺一啲中小型科技股上有較高嘅配置，而呢類公司容易被全球投資者所忽略。另外，我哋亦留意到中國市場同美國市場之間嘅相關性相對較低，對於本身已經較深度參與美國科技板塊嘅全球投資者嚟講，投資中國科技亦可以帶嚟一定嘅分散配置效益。我哋喺科技相關嘅領域作出多元化嘅配置，並覆蓋多個具潛力嘅創新主題。呢啲主題包括人工智能、半導體、先進製造、機械人、生物科技同埋新能源技術。當中一啲特別值得關注，亦具結構性增長潛力嘅投資主題，包括科技嘅自主可控，例如半導體設備同埋本土嘅 AI 芯片公司、AI 基礎設施，例如光通訊供應鏈，以及電力基礎設施，例如電網設備同儲能技術。其中一個風險係地緣政治嘅緊張局勢，包括科技出口限制。雖然呢類限制短期內可能會對產業帶來一定嘅影響，但同時亦會進一步強化中國推動科技自主可控嘅決心。另一個風險係內卷，即係過度競爭。雖然競爭未必可以完全避免，但我哋會透過有選擇性嘅投資策略，重點配置喺一啲專注於科技同創新，並藉此建立可持續技術優勢同較高進入門檻嘅企業，令佢哋喺唔同科技週期之下仍然能夠維持盈利能力。其他風險管理措施亦包括喺建構我哋嘅投資組合時，維持對廣泛科技主題嘅分散配置。與此同時，我哋喺倉位管理上亦保持紀律，並持續檢視我哋嘅投資邏輯，以確保整體風險維持喺可控範圍之內。